暖暖十门溪。咱来故事看吧空中好朋友收听的节目是江苏主持暖暖十门溪。咱这个系列节目内容是来自马哈，也就是西利囡仔廖美华小姐创作的画本。足久以前有一间三合院，画本内底画面，咱特别邀请台语路共学团这个协会妈妈甲因的囡仔来讲给大家听。今仔日要来为咱讲画本的这对母仔是来自桃园的阿玲，也有伊两个查某囝阿红甲妹妹。欢迎空中好朋友做伙来欣赏。教囡仔讲母语，教父母话传落去。台语路共学团，故事讲不完。大家好，我是阿玲阿姨。大家好，我是妹妹。大家好，我是阿红。好，咱即摆有看到一巴图，有人要讲，你看到啥物无？阿祖。阿红看到啥物？看到啥物？一个查某囡仔秘伫被内底。为什么伊要秘伫被内底咧？窗仔门外口是啥物？你有看到窗仔门外口有啥物？有一个目睭，足大的目睭。足大的目睭，为什么伊要画目睭咧？伊有讲外口是啥物无？伊的册面顶有讲有写？有写啥物？今仔日要叫啥物工课？好咧。好。落雨，而且是足大的雨，对无？对啊。所以咧，这查某囡仔看起来是啥物感觉？伊是足惊还是足欢喜的？足惊。足惊外口落大雨，对无？对啊。好，恁敢有拄过落大雨？你有印象？你有看过落大雨？足大的雨无？有。你敢会惊？有。你嘛会惊是毋是？对啊。阿红咧？平常时拢是伫暗时才会雨，迄种雨。你拢感觉是暗时才会落遐尼大的雨，是毋是？好。有当时风台的时阵是嘛会落足尼大的雨？对啊。妹妹咧？你感觉外口落雨的时阵是啥物时阵？是日时头还是暗时还是拢有？拢有。拢有哦。恁看到雨遮尼大，风遮尼透，你敢会惊？有惊。你惊啥物咧？惊暗时落雨看无。落雨会看无？阿红你敢会惊？我惊迄窗仔门会去迄用破去。恁较会惊淹水，就是落雨落足大诶，结果水拢消袂掉，结果淹水。进前咱遮有几啊摆落大雨诶时阵，咱诶车路顶迄水拢消袂掉，结果淹水，车拢袂当过呢。你敢有看过？有，我有看过水崩山。你有看过水崩山？对，落大雨诶时阵，上大雨诶时阵嘛上惊水崩山。水崩山是生做啥款啊？就是落山伫山面顶诶路拢倒去啊，拢去互迄土砍起来对无？有可能拄好伫水面顶诶车拢会去淹流掉，对，会流掉对无？有讲伊想要车好时阵，伊就会叫车好。去车好，就是崩山诶时阵，车就会去互迄土抢掉对无？若是水崩山诶时阵，啥物物件会出动来斗相共？啥物物件会甲迄土挖掉？卡拉车你有看过无？有吼，卡拉车会甲迄水崩山诶土。若是伫车顶诶人要安怎？伫车顶诶人都有足危险诶所以若是落大雨诶时阵，上好是莫去山顶对吧？对。安尼，但是若是住伫山顶诶人要安怎？住伫山顶，若是拄着水崩山，其实咧落大雨之前咱诶气象局就会发布大雨诶预报，
就会请遐较有危险的人先去避难的所在。我阁想要问你一个问题哦，伊讲啊，伊落雨的时阵，毋知会去带去迄个世界的真崩的所在。你敢有看过世界真崩的所在？无，我嘛无看过咧。地球是啥物形的？你敢知？圆哦，伊算一粒球的形，对无？若是圆的，较有可能有真崩的所在，就是上真崩后壁都无物件的所在。你感觉有即个所在无？无哈。哦，我感觉啊，因为地球是圆的，所以可能无世界真崩的所在。啊，毋过有可能有的所在是无啥物人伫个足远的所在。毋过，若是你去外太空啊，外太空遐根本就无人，敢若有迄火箭的人。对，太空人对吧？哦，所以世界真崩可能就是外太空对吧？好，所以咧，咱今仔日有讲到上大号暴风雨甲迄世界的真崩。好，各位囡仔遐囡仔仔，你若是对这暴风雨有兴趣，嘛会使甲爸爸妈妈讨论哦。咱牵囡仔的手来听囡仔讲，后回再相会。台语好报寿，咱着加减扣，扣若会招着，较好扣选择。台语好报寿。今仔日故事绘本的华语标题叫做《暴风雨》。这句话台语，空中好朋友敢知影要安怎念较正确？另外，尽头永无止境的这个尽头，这句华语台语要安怎翻？也有一寡趣味的热气话。咱邀请家己的台语专家萧丁春老师为大家来说分明。13出讲到暴风雨，若暴风雨是直接翻做文读音，暴。台湾话暴意思是读做翻做暴，毋是暴，暴风雨即叫做文读音，袂使讲暴风雨，因为暴风雨算文读站的物啊。较台湾开的，就是讲大风雨，也是风台雨。过来另外一种雨叫做暴雨，华语讲叫做暴雨。暴雨，咱大家安讲咧，乡雨、西北雨嘛是算暴雨的一种。过来青光雨嘛是会使讲。过来崩时雨嘛是暴雨。来宜兰人因就讲平时雨即款嚟种叫做暴雨。因为有当时咱要甲华语翻做台语，你就无遐具体台语词。就足困难。西北雨我小介绍一下，咱台湾人对西北雨真敏感，像最近下晡拢会着西北雨，阮就较毋敢去爬山。若像古早查某人，这个时阵若落西北雨，因同烦恼的就是衫去压着雨，因为较早衫拢披伫外口，得过年呢。泥就放伫外口，所以西北雨一来，查某人就爱较紧去收衫，可能未来就爱去收衫会晓看。所以咱有一句俗语讲：西北雨惊查某。这惊查某足麻烦的啊！主要就是讲西北雨，咱台湾的是讲西北雨惊查某。这惊，我用语法来讲，就是予查某惊。叫做 innever verb 地数动词。台语这个惊是足水的，你袂使讲西北雨太会惊查某，安尼就是无了解。
晒百户会互查某惊。啊，过来，尽头，尽头，什么的尽头？咱无咧讲尽头，袂使直接翻，咱讲尽尾、尽角、尽崩，拢会使。啊，透底嘛会使。吼，啊，我用尽崩，咱可能较直接讲的是尽崩。狗爬就机关顶，爬上爬去哩，狗爬上机关顶，机关狗爬上机关顶，尽崩。火车坐到家人，嘛是尽崩啊。火车行到家人尾，嘛是尽崩啊。较早铁轨路是到家人尔。火车行到苏澳站，表示讲迄阵火车已经开到苏澳啊。啊，这拢有时代性，啊，当然即摆拢空啊啦。啊，这表示迄阵会安尼时行，就是拄好苏澳拄好开站，已经开到遐。即摆我是建议讲，咱看到华语的镜头，咱先把迄个意思放入来头壳内底，迄个 image 意象，莫去互镜头这两字绑掉咧。啊，甲咱内底的这个意思激出来，啊，就足舒适啊。你看咧，真冷霜，水牛食草顺残花，乌树牛仔来做伴，脚车顶徛咧看关山，美丽岛，美丽的咱台湾。你看咧，雨丝香，暗顿吃白影闪闪，五树山孤红的hen，金石脚月娘出遐顶，美丽岛，美丽的咱台湾。